9種動物入屋企都係大吉大利嘅象徵，出現一種都好唔簡單。喺香港呢個寸金尺土嘅地方，我哋成日話呢度係石屎森林，抬起頭望過去，也全部都係密密麻麻嘅高樓大廈，升降機上上落落，啲街坊每日都匆匆忙忙。但只要你稍為留意下，就會發現，就算係喺最繁華嘅鬧市，或係喺大埔、沙田、元朗呢啲依山傍水嘅地方，大自然其實從來冇離開過我哋。有時你推開露台嘅玻璃門，會發現有隻雀仔喺花盆隔簾唞緊；有時喺村屋嘅簾下，會有幾隻燕子忙住喺度築巢；甚至有時候喺舊區嘅老鋪門前，會有一隻流浪狗靜靜咁踎喺度，望住人來人往。每當遇到呢啲不請自嚟嘅自然界稀客，我哋老一輩嘅街坊心入面總會打個問號。有人會覺得係福氣臨門，亦有人會心驚驚，擔心係咪犯咗咩忌冷啊？會唔會帶嚟咩唔好嘅預兆？尤其係而家資訊發達，網上各種說法周圍飛，有啲講到神神化化，甚至帶有啲封建迷信嘅色彩，令人越睇越糊塗，無端端增添咗好多焦慮。其實我哋嶺南文化同傳統國學入面，確實有好多關於動物入屋嘅講法。呢啲流傳咗幾百年嘅民俗，並唔係乜嘢神神鬼鬼嘅迷信而係我哋嘅祖先喺長期嘅農耕生活同自然觀察入面總結出嚟嘅一套學數嘅環境生態學。古人冇現代嘅精密儀器，佢哋點樣去判斷一個地方好唔好，適唔適合居住呢？最簡單嘅方法就係睇動物嘅選擇。動物擁有比人類更敏銳嘅感官，佢哋能夠感知到微弱嘅磁場變化、空氣濕度、風向氣流，甚至係人類肉眼睇唔見嘅氣場。如果一個地方能夠令敏銳膽小嘅動物感到安全，願意喺度繁衍停留，咁呢個地方自然就係適合人類居住嘅吉地。所以所謂嘅風水，本質上就係人同自然嘅和諧共處。今日我就以一個喺香港生活咗幾十年嘅腦科學工作者嘅身份，放低嗰啲封建迷信，用最理性嘅眼光同大家詳細講下12種常見動物入室嘅民族智慧同現代科學。我哋唔按照常規嘅套路嚟，先唔講大家都知嘅燕子同狗，我哋先嚟講4個平時大家唔多注意，但實際上喺傳統民族中蘊含深厚福氣嘅小眾吉兆。第一個要講嘅小眾吉兆就係兔仔上門。喺香港市區嘅高樓大廈入面，兔仔主動敲門嘅情況確實極之罕見，但喺新界一啲帶有小花園嘅丁屋，又或者靠山近林、地勢較低嘅住宅度，偶爾真係會見到野生小兔仔唔數入庭院。喺我哋嘅國學傳統入面，兔仔一直都係好討喜嘅角色。大家都聽過嫦娥奔月、玉兔觀若嘅故事。喺民族當中，兔仔係溫和善良機智嘅代名詞，同時亦象徵繁衍同生生不息。如果屋企突然有兔仔嚟咗，喺民族上通常被解讀為桃花臨門、人緣開拓。呢度嘅桃花唔單止係指後生仔女嘅姻緣，更加代表一種和睦融洽嘅人際關係。對於屋企有適婚年齡子女嘅家庭，呢個當然係令人心喜嘅好兆頭。而對於已經成家立業或者步入中老年嘅街坊嚟講，呢個代表你最近嘅人緣運會非常暢旺，出門口容易遇到貴人，鄰里關係都會更加和諧。如果我哋用現代科學同心理學去分析，就會發現兔仔係一種極之膽小、警惕性極高，而且對周圍環境污染非常敏感嘅動物。稍為有啲風吹草動或者空氣中有少少異味，兔仔都會即刻走佬。如果一隻兔仔願意走入你嘅庭院，甚至喺你嘅陽台駐足，呢個說明你屋企周圍嘅綠化生態非常之好，空氣清新，而且最重要嘅一點係你屋企嘅環境非常寧靜，家庭成員平時嘅講嘢同活動都係溫和有分寸嘅，又冇暴戾之氣。一個冇噪音污染、家庭成員輕聲細語、充滿安全感嘅屋企，自然會令人心情舒暢，人際關係同事業運亦都自然會跟住好起嚟。接下來我哋要講嘅第2個小眾徵兆，可能有啲街坊會覺得有啲驚，
就係蜜蜂或者黃蜂喺屋企築巢。喺廣東話入面，我哋叫呢個做藏蜂立財。民間普遍認為蜜蜂或者黃蜂代表勤勞同秩序，佢哋喺屋企起咗個蜂巢，就好似喺屋企起咗一座不停運轉嘅財富倉庫，如意家業，蒸蒸日上，生活亦會好似蜜糖咁富足甜蜜。由現代環境學嘅角度嚟睇，蜂類築巢係一件非常嚴謹嘅工程，佢哋對築巢地點嘅選擇近乎苛刻。呢個地方必須要避風擋雨，有充足嘅光照，同時溫度同濕度都要恰到好處。最關鍵嘅係周圍嘅生態環境要好，要有充足嘅水源同植被。如果蜜蜂選中咗你嘅窗台或者露台，呢個喺科學上係一個極強嘅信號，證明你屋企所處嘅微氣候非常之好，通風同氣流極之穩定。但係喺現實生活入面，我哋香港嘅居住空間比較狹窄，如果蜂巢距離我哋嘅活動區域太近，尤其係黃蜂呢類帶有攻擊性嘅蜂種，確實會帶嚟安全隱患。呢個時候我哋老一輩嘅智慧就派上用場啦。喺呢度，我想俾所有街坊一個非常誠懇嘅建議：如果發現屋企有咗蜂巢，千祈唔好一時衝動用殺蟲水去噴，或者用火去燒。呢種暴力嘅做法唔單止容易激嬲啲蜂，導致自己同家人俾佢哋針親。喺傳統觀念入面，呢個亦係一種破壞生命平衡嘅行為。而家香港有好多非常專業嘅野生動物保育機構同養蜂專家，我哋可以聯絡呢啲機構，請佢哋用專業嘅工具，又將蜂巢平平安安咁遷移到適合佢哋生存嘅野外或者養蜂場。呢種處理方式既保障咗家人嘅安全，又順應咗自然嘅規律。如果你贊成呢種做法，不妨喺留言區寫低互生積福呢4個字。呢個行為本身就係為我哋嘅子孫後代種下咗一顆尊重生命、互生積福嘅善根。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福報來源。我哋要講嘅第3個小眾吉兆，喺日常生活中其實更加常見，就係起居隨屍。大家喺打掃衛生或者靜住坐嘅時候，偶爾會發現有一隻細細嘅蜘蛛拉住一條幼幼嘅銀絲，由天花板慢慢咁垂落嚟，啱啱好近喺你眼前或者書體上方。喺傳統嘅國學民族入面，呢種細蜘蛛俾人親切咁叫做蟻子，蟻字嘅偏旁係個喜字，所以起居隨屍喺民間對應嘅就係喜從天降，預示住近期屋企可能會有令人開心嘅事情發生，或者有一份意料之外嘅財運好消息臨門。由科學嘅角度嚟睇，蜘蛛雖然個樣唔係咁討好，但佢哋其實係天生嘅鬆態衛士。蜘蛛出現喺屋企，說明你屋企嘅某個角落可能有一啲飛蛾、蚊或者小飛蟲，佢哋喺度結網捕食，實際上係幫緊我哋免費做家居清潔，消滅嗰啲真正傳播疾病嘅害蟲。古人之所以將蜘蛛隨屍同喜事聯繫埋一齊，其實係一種非常之高級嘅心理暗示。佢令我哋喺面對呢啲自然界嘅小昆蟲時，少咗一份恐惡同厭惡，又多咗一份寬容同歡喜。當你用一種平和歡喜嘅心態去面對生活中嘅每一個細節嘅時候，你心態好咗，生活中嘅喜事自然就會接踵而至。呢第4個小眾吉兆就係自來雀王。喺香港，我哋成日可以喺露台窗簾甚至冷氣機嘅外機上面見到野生嘅小雀鳥，例如麻雀、紅耳葦或者斑鳩仔。佢哋唔單止喺度歇息，有時仲會吱吱喳喳咁叫唔停。民間有句老話叫自來雀旺，意思係野生雀鳥主動落腳嘅地方，代表住家運興旺、生機盎然。有女對地球嘅磁場、氣壓以及空氣質量嘅敏感度遠遠超過我哋人類。大家應該聽過喺以前嘅人工落井嗰陣，都會帶一隻金絲雀，因為一旦井下有害氣體，金絲雀會最先作出反應。同樣嘅道理，雀仔願意成群結隊咁嚟到你屋企嘅窗台，說明你屋企呢度嘅空氣質量非常之好，又冇刺鼻嘅化學異味，周邊嘅電磁輻射亦喺安全嘅範圍之內。更加重要嘅係，鳥類能夠感受到人類嘅善意。如果一家人成日嘈嘈鬧鬧掟碗砸煲，雀仔係絕對唔敢靠近嘅。所以
窗台鳥語花香本身就係家庭和睦環境健康嘅一個最直觀嘅證明。如果你屋企都經常有雀仔造訪，可以喺留言區留下生機勃勃呢4個字，呢個代表你哋屋企嘅氣場得到咗大自然嘅認可。講完呢4個容易被大家忽略嘅小眾吉兆，而家我哋嚟講講份量最重喺香港民間流傳最廣嘅4大主流歲兆。呢排第一位嘅自然就係燕子築巢。喺香港嘅風水界同民間，燕子入屋築巢一直被視為人財兩旺嘅極佳徵兆。大家都知燕子係候鳥，每年春天佢哋都會由南方飛返嚟。如果佢哋選中咗你屋企嘅屋檐起巢，喺民間睇嚟，呢個係極大嘅福氣。民間甚至有燕子唔入仇門嘅講法，意思係燕子能夠睇穿一個家庭嘅氣運，只有氣場和順、風水上佳、家庭和睦嘅家宅先會被燕子選中。如果燕子年年都返到同一個舊巢，說明呢戶人家嘅家運正在穩步上升。反之，如果燕子突然唔再返嚟，大家就會覺得係咪屋企嘅氣場發生咗一啲微妙嘅變化。喺元朗、粉嶺以及新界嘅好多傳統圍村入面，街坊們對燕子巢有住近乎敬畏嘅保護態度。邊個敢故意去捅燕子體、整爛燕巢，嗰個係會俾長輩嚴厲責備㗎，認為咁樣會折損家中嘅福氣。甚至有啲臨街嘅舊式商鋪，譬如喺深水埗油麻地嘅一啲老字號，如果燕子喺鋪頭門口嘅招牌下築巢，老闆唔單止唔會嫌雀屎整污糟地方，反而會特登喺燕巢下面裝一塊細木賺串嚟承接雀屎，寧可自己日日清理，都要保護好呢個燕巢。呢個就係老一輩香港人對自然嘅善意同包容。如果我哋用現代環境科學同建築學嘅眼光嚟睇，燕子築巢嘅選擇其實係一門非常嚴密嘅科學。燕子用泥土築巢嘅時候，最驚嘅係潮濕同風雨侵蝕，所以佢哋選中嘅地方必定係通風條件極佳，能夠完美避開風雨，而且光照充足嘅城種。絕好喺咁樣嘅地方居住，人類唔單止唔會受到潮濕天氣嘅困擾，又仲可以保證呼吸道健康。此外，燕子係一種對聲音極其敏感嘅動物，佢哋非常怕嘈嘈暴力嘅聲音。如果一戶人家成日發生爭吵，兩公婆鬧交，大人打罵細路，或者係電視機音量開到震天響，燕子喺隔籬係絕對冇辦法安心肉疼嘅。所以燕子選擇築巢嘅人家，必定係一個家庭成員講嘢溫柔、相處融洽、極少發生劇烈爭執嘅和睦之家。古人常講家和萬事興，一個和睦嘅家庭，大家嘅精氣神都好，做事自然容易成功。財運同家運自然亦都穩步上升。呢第二大主流歲兆就係自嚟狗主動上門。喺廣東話入面，我哋有句家傳戶曉嘅俗語，叫做自來狗富。喺香港嘅民間認知當中，如果有流浪狗或者街口嘅唐狗突然主動行到你屋企門口唔肯走，甚至喺你嘅花園嗰度安頓落嚟，呢個絕對係一件令人開心嘅喜事。狗嘅叫聲係汪汪。喺粵語入面，汪同旺係完美嘅鶯音，所以狗上門喺老輩睇你就係旺旺臨門，寓意家興旺財源滾滾。同時民族中亦有講法認為，自嚟狗代表屋主當年嘅人緣運極佳，做人做事容易得到貴人嘅相助。如果呢隻流浪狗唔單止上門，仲願意留喺屋企，更加被視為福氣，喺屋企生根財富逐漸積聚嘅徵兆。咁從現代動物行為學同心理學嘅角度嚟睇，自來狗富到底有冇科學依據呢？其實係好有道理嘅。狗係人類馴化咗上萬年嘅夥伴，佢哋擁有一種近乎本能嘅感知力。狗唔單止能夠通過靈敏嘅嗅覺聞到人類身體因為紅土鼠卵路或者善良而分泌出嚟嘅微量化學物質，仲能夠通過觀察人類嘅面部肌肉同肢體語言，準確咁判斷出呢個人係咪具有攻擊性。當一隻流浪狗喺街度流落咗好耐，佢喺面對無數個家庭同屋苑嘅選擇時，最終決定喺某一戶人家嘅門前停落嚟。呢個說明咩？說明佢由呢戶人家進出嘅人身上感受到咗一種溫和善良
冇威忌嘅氣息。呢家人平時嘅腳步係踏實嘅，講嘢嘅聲音係溫和嘅，一個由善良溫和、內心踏實嘅人組成嘅家庭，佢哋喺社會上同人交往嘅時候，自然亦都會表現得更加寬容、誠懇同值得信賴。咁樣嘅人喺工作中自然更容易學到合作伙伴嘅信任，喺生活中亦更容易遇到志同道合嘅貴人。所以自嚟久旺嘅背後，本質上係善良之人散發出嘅獨特磁場，吸引咗同樣善良有靈性嘅動物。如果你都相信善良能夠帶嚟好運，可以喺留言區寫低旺上加旺。我哋要講嘅第三大主流歲少，可能喺好多受西方文化影響嘅年輕街坊眼裏，覺得有啲難以接受，就係蝙蝠入宅。喺好多西方嘅電影入面，蝙蝠總係同吸血鬼陰暗神秘扯埋一齊，呢個令唔少現代人對蝙蝠產生咗一種本能嘅抗拒同驚怕。但係喺我哋嶺南傳統文化同國學傳統當中，蝙蝠嘅地位極之高尚。喺粵語同普通話入面，蝙蝠嘅福字同腹部嘅福字完全同音，所以蝙蝠飛入屋喺傳統民族中對應嘅係福臨門。如果你見到蝙蝠喺屋檐下或者露台嘅角落倒掛住，嗰個更加係大吉大利嘅預兆，因為呢個象徵住福倒，亦即係福倒過嚟嘅庚音。喺香港嘅傳統建築裏面，不論係元朗鄧氏宗祠定係沙田嘅曾大屋，呢啲保存完好嘅百年古蹟入面，如果你仔細去睇嗰啲精美嘅木雕、灰塑同壁畫，你會發現蝙蝠嘅圖案無處不在。其中最經典嘅就係5隻蝙蝠環繞住一個壽字，呢個喺國學入面被稱為5福捧壽，象徵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同善終，係流傳極廣嘅吉祥符號。從現代生態學同環境學嘅角度嚟睇，蝙蝠入室其實都透露住你屋企居住環境嘅優越。蝙蝠係夜行性動物，佢哋擁有極之先進嘅超聲波定位系統。蝙蝠能夠喺一個地方倒息，說明呢個地方非常安靜，唔受光污染嘅干擾，而且住有良好嘅避風遮陰條件。更加重要嘅係，蝙蝠係天生嘅昆蟲收割機。一隻普通嘅蝙蝠，一個夜晚可以食到成百上千隻蚊、飛蛾同其他害蟲。喺冇現代殺蟲劑嘅古代，蝙蝠嘅出現實際上極大咁減少咗家宅周邊嘅蚊蟲叮咬，降低咗瘡疾等傳染病嘅發生概率，保護咗家人嘅身體健康。所以古人將蝙蝠視為福氣嘅化身，係完全符合衛生科學嘅蝙蝠嚟說明屋企嘅環境清幽，人周邊嘅鬆怠平衡。面對呢位特殊嘅福氣使者，我哋大可以唔使驚慌。我哋要講嘅第4大主流女少，對於好多喺香港新界圍村生活過嘅長輩嚟講，一定唔會陌生，就係家蛇現身。喺好多人嘅傳統觀念入面，蛇係一種冷血、危險、令人毛骨悚然嘅動物。一旦喺屋企發現蛇，大家嘅本能反應往往係尖叫恐慌，甚至攞木棍去打。但係喺新界原居民嘅傳統信仰當中，如果出現喺家中嘅係一條無毒嘅普通家蛇，例如黑眉錦蛇，大家係絕對禁止打殺嘅。相反，呢類無毒嘅家蛇喺圍村入面被尊稱為屋龍或者宅龍。原居民認為家蛇係祖先或者家神嘅化身，佢哋嚟到屋企係為咗鎮守家宅、驅趕邪氣、保佑人丁平安、家業興旺。民族中認為打殺家蛇會驚動家神，招嚟難以預料嘅災難。遇到呢種情況，老一輩嘅圍村人通常會非常溫和咁用掃把或者竹竿輕輕引導佢，俾佢自行離開家宅，翻去大自然。如果我哋用理性嘅現代生態學去分析，就會明白點解古人會將家蛇尊稱為屋龍並嚴禁打殺。喺舊時嘅農村或者係新界嘅村屋周邊，老鼠係一種令人極之頭痛嘅害蟲。老鼠唔單止會偷食同污染糧食，破壞家勢同房屋，更可怕嘅係佢哋係鼠疫、出血熱等致命傳染病嘅主要傳播媒介。而家蛇正正就係老鼠嘅天敵。一條家蛇喺屋企築巢，能夠靜悄悄咁將屋企嘅鼠類消滅殆盡。喺冇現代滅鼠藥物嘅年代，家蛇嘅存在無形中成為咗保護一戶人
加糧食安全同身體健康嘅最有效屏障。古人雖然唔識現代醫學，但佢哋通過直觀嘅觀察發現，有家蛇喺度嘅地方，往往老鼠就少，屋企嘅人生病同糧食受損嘅概率亦跟住降低。所以佢哋用屋農咁崇高嘅稱呼去感謝同保護呢位天然嘅滅鼠功臣。喺現代香港，雖然我哋嘅居住環境大有改善，但係如果屋企突然出現咗蛇，我哋依然應該保持一份對自然嘅敬畏。如果係喺高樓大廈入面遇到蛇，我哋出於安全考慮，應該立刻退到安全區域，關上房門，然後聯絡警方或者請專業嘅蛇王嚟處理。呢個既保護咗我哋自己同家人嘅安全，亦令動物得到咗妥善嘅安置喺心底入面。我哋大可不必感到恐慌同焦慮，因為佢嘅出現說明你屋企周邊嘅自然生態保持得非常之好。呢個亦都算係一種另類嘅生態福氣。如果你都希望自己嘅家庭安寧出入平安，不妨喺留言區打出家宅平安呢4個字，為家人祈求一份平穩與安康。關於自來貓，香港嘅街坊一定聽過兩派完全相反嘅講法。老一輩嘅長輩經常會神色凝重咁告說後生，千祈唔好俾流浪貓入屋，因為廣府傳統入面有一句非常著名嘅俗語，叫做自來貓貧，甚至仲有貓嚟扯孝報。呢種聽落令人心慌慌嘅講法，喺傳統嘅風水學當中，貓被認為同老虎同科，對應風水4獸中嘅白虎。白虎喺風水學入面通常主小人是非、口舌以及血光之災，所以好似香港著名嘅風水師蘇文峰先生都持類似嘅觀點。佢認為自來貓主動上門，往往預示住屋主近期嘅人元運會變差，容易喺工作同生活中同人發生口舌衝突、招惹是非。然而以李居明先生為代表嘅另一派本土觀點論，卻提出咗截然相反嘅貓泥庫理論。呢一派認為貓係一種嗅覺、聽覺同直覺都極度靈敏嘅動物，佢哋非常挑剔，絕對唔會去氣場衰敗、陰暗潮濕嘅地方。貓主動上門係因為佢哋俾啲戶人家富足安詳嘅食物香氣同氣場吸引，貓能夠上門，恰恰說明呢家人衣食無憂、家境殷實。而且通體純黑嘅玄貓喺古代中國其實係鎮宅辟邪嘅靈獸，能夠幫助家宅化解負能量。咁作為現代人，我哋應該點樣理性咁看待呢兩種完全矛盾嘅傳統講法呢？其實只要我哋將目光投向古代嘅社會生活，呢到底就迎刃而解啦。喺過去嘅農耕時代，老百姓最驚嘅係咩？係糧食受損。貓之所以主動去一戶人家，喺冇寵物貓概念嘅古代，唯一嘅原因就係嗰戶人家嘅某個角落有老鼠，而老鼠多說明呢戶人家嘅木質房屋可能已經老化開裂，或者屋企堆積咗大量雜物，打掃唔貼底。喺古人眼裏，房屋破舊、鼠患猖獗，呢個唔正正係家道中落、貧困嘅特徵咩？至於貓嚟扯孝報嘅講法，係因為貓係夜行性動物，中意喺黑暗安靜溫暖嘅角落待住。古人屋企如果有人過身辦喪事，往往會守夜燒香點燈，呢個喺夜間會產生溫暖嘅氣流。同時守夜時，人嘅情緒低落，環境安靜，呢個就好容易吸引附近嘅流浪貓過嚟取暖或者揾嘢食。古人見到辦喪事時有貓出現，便喺因果關係上產生咗倒裝，誤以為係貓帶嚟咗喪事。到咗現代社會，我哋嘅居住環境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而家嘅流浪貓主動上門，尤其係走上高層住宅嘅露台，或者喺村屋門前逗留，大多數係因為佢哋喺度揾水源食物，或者喺寒冷風雨交加嘅天氣裏揾一個可以避風嘅港灣。佢哋選中你屋企，說明你屋企陽台乾淨，冇堆放刺鼻嘅垃圾，而且你展現出咗慈悲同善意。所以對待自來貓，我哋既唔需要迷信所謂嘅白虎招是非而殘忍咁驅趕佢哋，亦唔需要盲目迷信貓泥庫而強行收留。如果你有條件、有愛心俾佢哋一碗水、一啲嘢食，甚至收養佢哋，做好絕育同清潔，呢個係一份難得嘅善緣。如果你唔方便收留，
溫和咁引導佢哋離開，保持屋企嘅衛生，亦就足夠啦。如果你贊成呢種唔迷信、順其自然嘅態度，請喺留言區留下心安理得呢4個字。除咗自來貓、烏龜入戶，亦都係一個非常有趣而且有細分講究嘅民族現象。喺傳統嘅中國傳統文化入面，烏龜嘅地位非常崇高，佢係4靈之一，係北方玄武嘅化身，象徵住極長壽嘅生命力同堅如磐石嘅穩定性。如果屋企突然有烏龜主動爬入嚟，喺民族中整體上屬於難得嘅吉兆，特別係如果家中有久病衍生嘅長輩，烏龜嘅出現往往被視為病痛將愈添、福增壽嘅好兆頭。同時，烏龜慢條斯理嘅步伐亦被認為能夠穩定家宅嘅氣場，又慢但穩步咁提升家人嘅治癒運。但係香港嘅風水圈子喺對待烏龜入戶嘅時候，有一個非常獨特嘅本地化細分講究，就係話只有本土嘅中華草龜先至算做民族範疇內嘅靈龜，而好似巴西龜呢種外來品種係唔納入呢個民族考量嘅。呢個有趣嘅講究背後其實離含住非常深刻嘅現代生態學智慧中華。草龜係香港本地嘅本土物種，佢哋喺香港嘅河流山溪入面生存咗成千上萬年，同本地嘅自然氣場同生態系統完全融合。而巴西龜亦即係紅耳龜係一種外來入侵物種。巴西龜生命力極之減強，繁殖速度極快，而且性格兇猛，會大量捕食本地嘅魚蝦，霸佔本土草龜嘅生存空間。喺香港嘅城門水塘、大潭水塘或者公園嘅池塘嗰度，成日可以見到密密麻麻嘅巴西龜。呢個其實對本地嘅生態系統造成咗巨大嘅破壞。古人雖然唔識生態入侵呢個詞，但佢哋嘅民族本能卻非常精準。佢哋認為只有屬於呢片土地同呢片土地同生共存嘅本土靈獸，先至能夠帶嚟真正和諧嘅氣場。如果係一隻外來嘅帶有破壞性嘅巴西龜爬入屋，民族上唔單止唔認為佢係吉兆，反而會提醒人注意唔好隨意飼養同放生，以免破壞生態平衡。呢個說明我哋嘅民族文化喺好多時候係用一種感性嘅方式做緊保護大自然、維護生態平衡嘅正確事情。如果你都支持保護香港本土嘅自然生態，不妨喺留言區打出善因善果。呢個代表我哋對呢片土地最真摯嘅祝福。講完呢啲有爭議嘅動物，我哋接住要講嘅係民族中明確提到需要大家格外注意同理性防範嘅兩種所謂兇兆，就係烏嚕同白鷺。喺香港，尤其喺一啲靠近大自然或者舊區嘅地方，街坊們偶爾會遇到烏嚕飛入屋，或者成日喺屋窿前窗外大聲鳴叫嘅情況。喺傳統嘅民族認知入面，烏一直俾人視為唔老嚟嘅雀鳥。俗語話烏烏頭上過，無災也有禍。民間認為烏烏叫預示住意外損傷、諸事不順，行事需要格外謹慎。對於呢種流傳極廣嘅避忌，我哋如果用現代動物學同環境衛生嘅眼光去解構，就會發現佢背後其實係一門非常科學嘅警示。係一種智商極高、食性極雜嘅鳥類，佢哋具有好強嘅腐蝕性。喺古代，如果某個地方有死咗嘅動物、腐爛嘅食物，或者發生過嚴重嘅疫情，人肉往往係最新最敏感感知到嘅。佢哋成群結隊咁聚集鳴叫，喺視覺同聽覺上俾古人留低咗極壞嘅印象。喺現代都市入面，烏啊頻繁咁喺某一戶人家嘅窗前鳴叫，或者試圖飛入室內。通常唔係因為佢哋能夠預知咩神秘嘅災禍，而係因為兩點非常現實嘅原因。第一，你屋企周邊或者露台、廚房嘅衛生狀況可能出現咗問題，例如垃圾冇及時清理，散發出微弱嘅異味，呢個吸引咗嗅覺靈敏嘅烏魯前嚟揾嘢食。第二，可能你屋企窗台嘅激光非常適合築巢，或者你放置咗某啲閃靈靈吸引烏鵪注意嘅物件，所以遇到烏鵪鳴叫，我哋唔需要喺心理上產生恐慌，認為自己要倒霉。正確嘅做法係即刻進行一次徹底嘅家居清潔檢查，廚房、露台有冇殘留嘅食物垃圾，
封好垃圾桶，抹乾淨窗台嚇。呢個唔單止可以令烏鴉失去興趣，自然離開，亦都從源頭上消除咗病菌滋生嘅隱患。古人將烏鴉視為兇兆，實際上係利用咗人嘅戒備心理，促使大家去注意衛生，防範疾病。而另一種需要我哋警惕嘅動物，可能會令好多街坊感到意外，就係白鴿。喺好多現代人嘅眼入面，白鴿係和平嘅象徵。廣場上餵白鷺亦都係一幅非常溫馨嘅畫面。但係喺香港嘅民族當中，卻有白鷺主動入室，唔病都破財嘅講法。民間將白鷺主動進入住宅，視為健康損耗同破財嘅象徵。呢個睇落有啲不近人情嘅民族，喺現代醫學同公共衛生學上得到咗近乎完美嘅證實。喺香港野外同市區嘅野日數量其實非常之多，好似喺將軍澳、九龍城等一啲住宅區，野日聚集擾民嘅問題一直都令政府同街坊好頭痛。之所以被視為健康損耗嘅象徵，係因為佢哋係多種致命病原體嘅紐帶者。白雀嘅羽毛同身體入面寄生住大量嘅蜱蟲、跳蚤同塵蟻呢啲小昆蟲，一旦進入室內，極之容易引起家人，特別係中老年同小朋友嘅皮膚過敏。更嚴重嘅係白地嘅糠便中含有一種叫做隱球菌嘅真菌，當危用心。喺窗台乾燥之後，會變成微小嘅粉塵，隨風飄散。如果家人唔小心吸入咗呢啲含有真菌嘅粉塵，好容易引發嚴重嘅肺部感染，甚至導致隱球菌腦膜炎。呢個對於免疫力較低嘅長輩嚟講係非常危險嘅。而至於破財嘅講法，亦都係好有現實依據嘅。白針嘅誑扁具有極強嘅酸性，如果佢哋成日喺你嘅冷氣機散熱氣窗台或者露台活動，佢哋嘅排泄物會嚴重腐壞金屬外殼同建築外牆，導致電器損壞。水管生情。喺香港維修一次冷氣機或者清洗外牆，費用一啲都唔平，而且為咗防止白蟻駐足，街坊們往往需要自掏腰包去買防條刺、防條網。呢個唔正正係現實生活中嘅破財咩？所以當有白地試圖飛入你屋企，或者喺你嘅冷氣機上築巢嘅時候，千祈唔好覺得呢個係和平使者降臨而任由佢哋停留，更加唔好喺窗台餵食佢哋。我哋要立刻採取溫和但有效嘅物理防範措施，例如加裝防屌刺，及時用稀釋咗嘅漂白水清洗同消毒被污染嘅窗台。絕對唔係唔仁慈，而係用最科學、最負責任嘅態度去保護全家人嘅呼吸道健康同財產安全。如果你都重視家庭嘅衛生同家人嘅健康，請喺留言區打出身體健康。呢個唔單止係對自己同家人嘅期許，亦都係對所有街坊最實在嘅祝願。講到呢度，已經將12種動物入戶嘅民族寓意同佢哋背後嘅現代科學道理全部詳細咁剖析咗一次。大家唔難發現，我哋祖先流傳落嚟嘅風水智慧，其實係一門極之高級嘅經驗科學。喺過去嘅漫長歲月當中，古人透過觀察動物嘅習性嚟判斷一個地方係咪適宜人居。燕子同狗中意去溫和、安靜、氣場穩定嘅家庭，因為咁樣嘅地方安全。蜜蜂同雀鳥中意去空氣清新、綠化良好嘅地方，因為嗰度嘅環境健康。烏狐同白驥嘅出現就喺度提醒我哋要關注衛生、防範疫病同身體損耗。呢啲傳統民族用一種充滿溫情同敬畏嘅方式，教識咗我哋點樣同自然界嘅小生命共處。風水，其實風就係空氣嘅流動，水就係水源同環境。一個屋企如果窗明幾淨，空氣流通，家庭成員之間講嘢輕聲細語，對待生命充滿慈悲同善意，咁呢個屋企嘅氣場自然就會溫和，磁場就會穩定。喺咁樣嘅環境入面生活，人嘅心情係愉悅嘅，身體係健康嘅，思維係清晰嘅。有咗健康嘅體魄同積極嘅心態，無論係面對工作中嘅挑戰定係生活中嘅勞事，自然都能夠迎刃而解。財運、家運、人緣運自然亦都會滾滾而嚟。反之，如果一個屋企成日堆滿雜物，空氣烏托，家人之間一開口就係抱怨爭吵，
甚至對生命充滿咗冷酷同暴力。咁樣嘅話，就算你喺屋企擺滿咗最昂貴嘅風水陣，掛滿咗各種吉祥物，亦都冇辦法阻擋氣場嘅衰敗。因為真正嘅風水唔在於嗰啲外在嘅物件而在於我哋嘅內心，在於我哋對待生活嘅態度。我哋成日講一句話叫做心安即是吉地。喺呢個喧噪忙碌嘅都市入面，願我哋每一位街坊都能夠保持一顆平靜、慈悲、理性嘅心，唔盲信神仙鬼怪，唔平添冇謂嘅焦慮，用科學嘅眼光去打理我哋嘅家居，用善良嘅態度去對待身邊嘅生命。我哋將自己嘅小家收拾得乾乾淨淨、溫暖舒適嘅時候，大自然嘅福氣自然就會喺最合適嘅時候靜悄悄咁敲開你屋企嘅大門。非常感謝大家耐心咁聽到呢度。如果今日嘅內容對你有所啟發，或者解決咗你心中長久以嚟嘅疑惑，歡迎你將呢段內容分享俾身邊嘅親戚朋友同街坊鄰里，等我哋一齊用智慧同理性去守護我哋嘅家宅安寧。祝願大家出入平安，唐家幸福，福氣常臨。我哋下期內容再見。我哋大家都知，香港有兩位曾經叱咤風雲嘅大富豪，一位係李嘉誠先生，另一位係已故嘅何鴻燊先生。兩位嘅身家都係億萬計數，富可敵國。佢哋可以請到全世界最好嘅醫生，食得起最名貴嘅補品，住得起最豪華嘅病房。照計，佢哋嘅晚年健康應該都係一流，因為佢哋有條件用金錢去堆砌一個長壽嘅神話。但係現實呢？現實俾我哋見到一個非常鮮明嘅對比。李嘉誠先生今年已經97歲高齡，早排見到佢露面，依然係精神奕奕，腰板挺得好直，行路穩健，思路清晰，仲可以同人談笑風生，完全睇唔出係一位將近100歲嘅老人家。而何鴻燊先生佢嘅晚年，相信大家都仲有印象，長期臥病在床，身體非常之孱弱，出入要靠輪椅，甚至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需要昂貴嘅醫療儀器同看護團隊去維持生命，連最基本嘅生活自理都好難做到。兩位都係咁有錢，點解晚年嘅健康狀態會差咁遠嘅問題，絕對值得我哋呢一班銀髮族或者即將退休嘅朋友停低腳步，深深咁去思考一下。好多人窮極一生去追逐財富，以為只要儲夠錢，年老嘅時候就可以安享晚年，有病就醫，冇病就補。但係現實狠狠咁打咗我哋一巴掌，長壽同有錢從來都唔能夠畫上等號。真正決定你晚年係龍馬精神定係纏綿病榻嘅關鍵，從來都唔係你銀行戶口有幾位數，而係你日復一日堅持緊啲乜嘢生活習慣，以及你用緊一個點樣嘅心態去面對人生。我經常同我啲徒弟同客人講，人過60，身體嘅機能就好似一部行咗幾十萬里嘅車，你點樣保養佢，佢就點樣回報你。你想靠名貴醫藥去吊命，其實係好痛苦嘅，而且往往係事倍功半。但如果你願意由根本做起，堅持一啲唔使花1分錢嘅好習慣，健康嘅福氣就會自然。咁跟住你呢3個習慣，恰好對應咗我哋中華傳統智慧入面最緊要嘅3個字：天時地利人和。只要你今日學識，今日就開始堅持，唔需要等到聽日，你今日就已經可以開始收穫健康。我知道好多人聽到呢度心裏面可能會半信半疑，覺得師傅邊有咁神奇㗎？人老咗機器壞係自然規律嚟㗎嘛。請你俾啲耐性聽我慢慢講落去。當你聽完之後，你就會發現原來我哋嘅老祖宗早喺幾千年前就已經將呢啲長壽嘅密碼寫咗喺經典入面，只係我哋現代人太忙碌，太依賴外在嘅嘢，而忽略咗呢啲內在嘅寶藏。如果你都渴望自己嘅晚年可以好似李嘉誠先生咁樣，90幾歲都仲可以行動自如，頭腦清晰，唔使自己受苦之餘，又唔使成為仔女嘅負累，請你務必用少少耐性睇完我呢一番苦口婆心嘅說話，覺得有道理嘅，我哋唔好急。你可以喺下方嘅評論區先打上我要健康長壽呢6個字，唔好睇少呢個動作。
呢個係同自己內心許下嘅一個善願，亦都係一種積極嘅心理暗示。同時，亦都等師傅知道你喺度等更多有需要嘅朋友可以睇到呢個視頻，將呢份福氣分享出去。好，咁我哋正式開始。首先，師傅同大家講第一件事，亦係最關鍵嘅一步，順天時。乜嘢叫順天時？就係要順應天地自然嘅規律去生活。係最基本嘅一點就係早起養陽，動則生陽。我哋睇翻李嘉誠先生，根據好多媒體嘅報道同佢身邊人嘅透露，佢有一個堅持咗幾十年雷打不動嘅作息習慣。無論前一晚幾點休息，哪怕因為工作或者應酬搞到好夜，佢每日清晨6點之前一定會起床。起身之後，佢唔會賴床，唔會喺度睇手機，而係會即刻去飲杯水，然後進行佢嘅晨練。年輕啲嗰陣可能係打高爾夫，而家年紀大咗打唔到高球，佢就堅持散步或者做一啲簡單嘅伸展運動。呢份自律講就好容易，但做起身又真係好難。特別係對於退休嘅朋友嚟講，好多人會覺得我辛苦咗大半輩子，終於可以瞓到自然醒啦。你仲要我咁早起身，有冇搞錯？正正就係呢種心態害咗好多人。李嘉誠先生咁富有，佢絕對有資格瞓到日上三竿，但係佢冇因為佢知道早晨嘅光陰係千金難買嘅呢個背後嘅道理，同我哋嘅國學智慧以及中醫養生嘅理論係完全吻合嘅。易經嘅第一卦乾卦開宗明義就同我哋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嘅運行係點樣嘅？日月星辰，東升西落，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從來唔會偷懶，從來唔會停頓。作為一個君子，一個想要求得健康長壽嘅人，就要效法天道，自強不息，唔可以被自己嘅惰性打敗清晨。正正係天地陽氣初生嘅黃金時段。喺中醫子午流注嘅理論入面，早上5點到7點呢個時辰叫做卯時，係大腸經當令嘅時間。呢個時候天地嘅陽氣開始全面升發，就好似春天萬物復甦一樣。我哋人體嘅氣血亦都從睡眠中嘅潛伏狀態開始慢慢甦醒。呢個時候你最應該做嘅就係起身去廁所將宿便排出，然後活動一下筋骨，令到身體裏面嘅陽氣可以順勢升發起嚟。《黃帝內經》講得非常之清楚，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節壽而不彰。陽氣對於我哋老人家嚟講，比金錢比任何寶品都重要10000倍。你可以將人體想象成一部手提電話，陽氣就係嗰啲電量。年輕人電量充足，點玩都得，但上咗年紀，電量得返一半。如果你仲唔識得喺早晨呢個充電嘅黃金時間起身充電，反而繼續瞓，你唔係喺度休息，你係喺度消耗僅存嘅陽氣。點解好多人退休之後越瞓越攰，越瞓越冇精神，成日覺得頭重重，個人好攰？就係因為你錯過咗卯時養陽嘅時機，陽氣升發唔到，被壓抑住，成個氣機就唔暢順。特別係一啲瞓到10點11點先起身嘅朋友，你會發現自己成日都迷迷糊糊，個人好重，食嘢冇胃口，呢啲都係陽氣被困、濕氣內生嘅表現。呢個正正係好多退休朋友嘅痛點。明明睡眠時間夠長，但係精神點解越嚟越差呢？答案就喺呢度。《黃帝內經》仲有一句好重要嘅說話，叫春夏養陽，又咪秋冬養陰。我哋唔好淨係睇一年有4季，其實一日都有4季。早上就相當於春天，中午係夏天，傍晚係秋天，夜晚就係冬天。春夏養陽，即係話喺一日嘅春天同夏天，你一定要養陽。早上7點到9點係辰時，胃經當令，嗰陣時你陽氣升發咗，胃口就會好，食早餐就會吸收得特別好。如果你錯過咗成個早上，你連早餐都唔想食，成個生理時鐘亂晒龍，身體點會好？李嘉誠先生佢早起之後必定會去運動，呢個就係動則生陽，陽氣升發，又唔係話淨係起身企喺度就得，一定要有適當嘅活動。你唔需要好似佢咁去打高爾夫，普普通通嘅退休朋友，只要做到每天早上7點之前起身刷完牙，飲一杯暖嘅溫水，滋潤一下腸胃，
然後就出門去屋企樓下嘅公園行一圈，或者喺海濱長廊散步半個鐘，望下啲花草樹木，吸下新鮮空氣，曬下啲溫和嘅朝早太陽。呢個過程就係最好嘅順天時，你會慢慢感受到氣血開始通暢運行，個人由內而外咁散發出暖氣手腳，本嚟凍冰冰嘅都會慢慢暖翻。呢種暖就係陽氣。或者有啲朋友話：師傅，我腳骨唔好行唔到咁遠，咁你可以喺屋企做一啲簡單嘅功法，例如撞督脈，即係背靠牆，輕輕撞擊後背，因為後背有條督脈掌管全身陽氣，撞一撞可以振奮陽氣。或者起身嘅時候搓熱雙手，然後搓面搓耳，拍打全身，呢啲全部都係動則生陽嘅好方法。最緊要嘅係你要有一個我要同太陽一齊起身嘅心，千祈唔好小看呢個早起嘅習慣。呢個係你邁向長壽嘅第一道門檻，亦係最考驗人自律嘅地方。各位老友記，你睇，你依家心裏面可以諗一諗，你平時係幾點起身嘅？如果你願意由聽日開始挑戰一下自己，嘗試喺早上7點之前起身，然後去公園走一走，你可唔可以做到？如果你下定決心，我想請你喺下方嘅評論區打出天行健3個字，唔單止係為咗支持師傅，更加係為你自己立下一個 flag， 一個見證。我哋嚟一個約定，聽日開始跟隨太陽起身，做一個自強不息嘅長者。你嘅堅持會令到你嘅身體發生奇妙嘅變化。唔信你試足7日，再翻嚟評論區話俾師傅知，你嘅精神係唔係好咗好多？記住，自律先可以俾你真正嘅自由，健康嘅自由。講完順天時，師傅同大家講第二件事，節飲食。呢一點同樣係李嘉誠先生保持健康嘅黃金法則，就係飲食要清淡簡約，保護好我哋嘅脾胃，因為脾胃係後天之本。李嘉誠先生嘅飲食究竟有幾簡單？根據好多報道，佢日常嘅餐單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嘅包餐刺肚，反而係一啲非常家常，甚至乎被現代人認為係好濕碎嘅嘢。佢特別偏愛番薯糖水，中意食一碟清淡嘅青菜，配少少白飯或者粗糧。佢堅持少油、少鹽、少糖，從來唔會貪戀嗰啲重口味嘅美食，更唔會暴飲暴食。就算出席一啲晚宴，佢都係淺嘗輒止，非常之克制。種對住口腹之欲嘅自律，先至係真正嘅奢華。我哋依家好多人，尤其係辛苦咗半生嘅退休朋友，會有一種補償心理，覺得哎呀，終於可以嘆世界啦，想食乜就食乜，中意點食就點食。於是乎，日日約埋班老友去食自助餐，大魚大肉、海鮮牛排、濃油赤醬、宵夜，仲要整多碗餐蛋麵，開心係開心，但係你嘅身體開心嗎？你嘅脾胃呢一對跟咗你幾十年嘅老朋友，佢哋已經好似一架老爺車零件開始老化，馬力大不如前。你仲係即係咁樣死踩油門，又咪塞啲最難消化、最油膩嘅嘢入去，佢點會唔死火？點會唔抗議？三高、糖尿病、脂肪肝、痛風、心血管堵塞，呢啲問題就係咁樣食出嚟嘅。有錢你可以買藥食，但係你買唔翻健康嘅身體，呢個就係最大嘅痛點。以為有錢可以任性食，結果食到周身病，晚年嘅生活質量急劇下降，真係好唔抵。傳統嘅養生智慧早就已經印證咗呢個道理。《黃帝內經》入面有一句千古名言：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呢個節字就係節制規律嘅意思。佢仲特別強調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請各位仔細聽清楚呢個排序。五穀雜糧，即係我哋食嘅米飯、小米、番薯、豆類，呢啲先至係養育我哋身體嘅根本，係主食。生果只係輔助，肉類只係錦上添花嘅補益，而蔬菜係用嚟充實飽腹感。但係你睇下現代人嘅餐盤，成日都係肉山肉海，主食反而得一兩啖，完全本末倒置。道德經亦都講：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老子講嘅爽唔係我哋而家講嘅舒服，而係損傷嘅意思。太過重口味嘅嘢會令到你嘅味覺變得越嚟越遲鈍，同時亦都會損傷你嘅臟腑，消耗你身體嘅元氣。
從傳統嘅命理同五行養生角度去睇，脾胃屬土，位於身體嘅中焦土，係萬物之母。脾胃就係人體嘅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你試諗下，一塊肥沃嘅土地先至可以種出好莊稼。如果你塊田一俾酸雨，對應學生冷嘢、化學廢料，對應加工食品油膩嘢去侵蝕，土地就會變得貧瘠板結，寸草不生。同樣嘅道理，你嘅脾胃如果長期被重油、重鹽、大魚大肉消耗，佢嘅運化功能就會嚴重衰退，無力將食物轉化做氣血，反而會生出濕氣痰濁同毒素，塞住你嘅血管，包住你嘅內臟。有啲垃圾積聚得多，人就容易肥，容易攰，身體嘅根基就會鬆動。根基都唔穩，你再食幾多名貴嘅冬蟲夏草燕窩，佢都吸收唔到，只會加重身體嘅負擔，就變成有害嘅垃圾。李嘉誠先生點解咁中意食番薯？番薯喺中醫嚟講，味甘性平，歸脾腎經，可以補中益氣，寬腸通便，係健脾養胃嘅好東西。佢食嘅唔係普通嘅番薯，佢食嘅係一種智慧，一種同大地母親連接嘅方式。佢知道最養人嘅嘢唔係山珍海味，而係貼近自然最簡單嘅五穀。師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我曾經有一位客人退休前係做生意嘅，身家豐厚，但係退休後短短2年，身體就肥咗幾十磅，精神好差，成日覺得胸悶頭暈，行步路都喘氣。佢揾我睇風水，想擺陣催運。我同佢講：你呢個運唔使擺陣，你自己屋企個廚房就係你最大嘅風水，亦係最大嘅病根。我好直接同佢講：你想長命先要學食賤嘢。佢開頭好抗拒，話食咗幾十年好嘢改唔到。我話你唔係改唔到，你係唔見棺材唔流淚。後尾佢體檢發現嚴重三高，醫生警告佢要戒口，佢先至半信半疑。跟住我個方法，將晚餐改為食番薯小米粥，配一碟清蒸菜心，堅持唔食宵夜。3個月後，佢成個人精神晒，個肚腩細咗，面色都唔再係灰黃色，連脾氣都好咗。佢話俾我知，師傅原來粗茶淡飯先至係最舒服嘅。呢個就係節飲食嘅威力。你唔需要一步到位但係必須由今日開始改認知，你嘅口腹之欲並唔係真正嘅你嘅身體健康先係你要做慾望嘅主人，而唔係做慾望嘅奴隸。咁我哋普通退休人士可以點樣做呢？師傅俾幾個好容易執行嘅建議你。第一，堅持食到7分飽。乜嘢叫7分飽？就係你覺得胃入面已經有啲嘢落咗肚，對食物嘅熱情開始下降，食又得，唔食又得。呢個時候放低筷子，起身離開飯台就係7分飽。千祈唔好食到個肚脹住皮，但係有種箍住嘅感覺，咁就已經10分飽，甚至12分飽。長期係咁，一定會食壞人。第二，晚餐務必要清淡，而且盡早啲食，最好喺傍晚7點之前完成之後，唔好再食任何固體食物，俾脾胃有足夠嘅時間去休息同修復。第三，好多人中意飲老火靚湯，覺得煲咗幾個鐘夠晒滋補，但係對於老人家，特別係有尿酸高、關節痛嘅朋友，老火湯其實並唔係太友好，因為肉類經過長時間熬煮，會產生大量嘅嘌呤同脂肪，呢啲物質會加重腎臟嘅負擔，誘發痛風。我建議大家可以改為飲滾湯，即係將啲材料，比如瓜菜、瘦肉片、魚片喺滾水度煮10幾分鐘就熄火，落少少鹽調味，咁樣既能夠食到食材嘅鮮味同營養，又唔會有咁多有害物質，好似番茄薯仔湯、紫菜蛋花湯、冬瓜瘦肉湯，呢啲都係好好嘅選擇。第四，記住師傅俾你嘅飲食心法口訣：肉3菜7，晚餐減量，清淡度日。即係話喺你成個餐盤入面，肉類佔3成，蔬菜同五穀類佔7成。由晚餐嘅份量要比午餐少，只要你能夠跟住呢個口訣去食，你嘅脾胃一定會多謝你，俾你一個乾乾淨淨、氣血充足嘅好身體。各位朋友，你哋平時晚餐食得清淡嗎？有人問，你哋屋企有冇飲老火湯嘅習慣？歡迎你喺下方嘅評論區分享一下你今晚食咗啲乜嘢，又或者分享一下你最拿手嘅家常滾湯。我哋喺度互相提點，互相學習。
如果你願意由聽日開始擇時改變飲食習慣，堅持食7分飽，晚餐清淡，請你喺評論區留低飲食有節4個字，師傅會感應到你嘅決心，為你加油。記住，你食乜嘢你就係乜嘢。你想身體輕盈，就先要食得輕盈。講完天時同地利，師傅要同大家講第3件事，呢件事比前2件事更加重要，係靈魂所在，就係人和，即善念知足常樂，厚德載物。呢個係李嘉誠先生長壽嘅心法，亦係佢能夠長期保持精神奕奕、心境平和嘅終極秘密。李嘉誠先生一生之中最常掛喺嘴邊嘅2個字唔係賺錢，而係知足。佢曾經講過，人係要知足，知足就常樂。佢退休之後冇沉迷於個人享樂，反而將更加多嘅心力投入去佢創辦嘅李嘉誠基金會。幾十年嚟，佢堅持行善積德，捐出咗自己1/3嘅身家去支持教育、醫療同扶貧呢一份心量，呢一份對社會嘅回饋，令到佢嘅內心非常之充實平和，心無過礙，冇一般老人嗰種對錢財嘅執着，對仔女嘅過度操心，或者係對過往恩怨嘅雜念煩憂。當一個人嘅心境去到呢個層次，佢嘅能量場係非常之純正嘅病邪，好難侵入。我哋再反觀何學新先生嘅晚年，當然我哋要對逝者保持尊重，但為咗令大家明白個道理，師傅必須要講一講何先生家族貧大，晚年嘅時候，各房人之間爭產風波不斷，官司打咗一場又一場，是非叢生，日日都喺度鬥智鬥力。作為一個老人家喺人生最後嘅階段，仲要睇住自己嘅仔女為咗錢而反目成仇，佢嘅內心點會安寧？人心一旦煩躁鬱結，氣亂百病就會乘虛而入。呢個就係《黃帝內經》所講嘅勞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嘅情緒，對5臟6腑嘅傷害係直接而且巨大嘅。所以話相由心生境，隨心轉，心態決定壽態。呢句說話一啲都冇誇張。我哋中華傳統嘅福壽智慧最極致嘅核心就係一個德字易經，坤卦嘅象傳講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大地係咁樣厚實，所以佢可以承載萬物，無論係高山大河定係垃圾污水，佢都能夠包容。一個人只有德行深厚，先至能夠承載得起福氣、財富同長壽。如果你冇咁嘅德行，就算俾你得到體天嘅富貴，你都受唔起，反而會變成災大。呢個就係點解有啲人一有錢就周身病，或者家庭破裂，因為德不配位，必有災殃。易經仲有一句好多人識得嘅說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行善積德從來都唔係要你學李嘉誠先生咁樣捐咁多錢。慈善嘅本質係心，而唔係金錢嘅多少。心存善念，對人寬厚，你講嘅每一句好話，你面上嘅每一個笑容，你順手做嘅一件小事，都會令到你周圍嘅氣場變得純正祥和。氣場好，你嘅風水就好，人就會覺得舒服，病痛自然都少啲。我喺呢度特別想同各位退休嘅老友記講幾句肺腑之言，因為我見過太多太多嘅例子，退休之後身體突然間就垮落嚟，唔係因為佢哋做錯咗乜嘢，而係因為佢哋嘅心生病啦。晚年養生最忌忍嘅又係3種怨。第一，怨世道，成日覺得社會唔公平，後生仔一代不如一代，政府呢樣唔好嗰樣唔好，睇乜嘢都唔順眼。第二，怨子女，覺得仔女唔夠孝順，陪自己時間少，過時過節俾嘅錢唔夠多，埋怨新抱女婿唔識做。第三，怨過往，成日記住以前邊個對自己唔好，自己錯失咗幾多機會，喺度後悔自責唔甘心。呢3種怨氣係晚年養生最大嘅毒藥，比煙酒更加傷身。怨氣一產生，最先傷嘅就係脾胃，因為思傷脾，怨亦傷脾，你會食唔安，瞓唔落，跟住就係傷肝，肝氣鬱結，血壓就跟住高，心臟都受牽連。你話一個人成日懷住一肚氣一肚苦水，佢點樣可以長壽？就算日日食人參，都補唔翻啲怨氣消耗嘅能量。相反，如果你能夠學識知足，學識感恩，你嘅世界會完全唔同。你試下每日起身都揾一啲值得開心嘅小事。今日公園入面嘅花
開得好靚，好感恩。仔女雖然好忙但係佢哋都打咗個電話翻嚟，好感恩。街坊鄰舍幫你跟住咗電梯，好感恩。你仲有牙可以食得落飯，有腳可以行得路，呢啲全部都係值得感恩嘅福氣。你嘅心一轉，運就跟住轉。日常行善積德，唔需要驚天動地。師傅教你就由生活入面最微細嘅地方做起，搭嘅時候幫後面嘅人擁住個門，去茶餐廳食完嘢，同執台嘅阿姐講聲唔該晒，對住幫你送貨嘅後生仔俾一個微笑，講聲多謝。喺網上見到一啲好嘅文章，順手分享出去，令多啲人受益啊！呢啲全部都係在為你自己積體福氣。你做嘅每一件好事，你嘅內心都會產生一種喜悅感。呢種喜悅感就係最好嘅陽氣補充劑。老話講得非常好，晚年最好嘅風水唔係你家中擺咗幾多風水吉祥物，而係你有冇一顆端正善良嘅心。心好睇，乜嘢都順眼。住喺邊度都係風水寶地，心唔好，就算將你擺喺皇宮，你都瞓唔着。李嘉誠先生就係最好嘅例證。佢早早做好家族傳承規劃，將心思放喺慈善，佢嘅心胸豁達，冇後顧之憂，呢種狀態自然就係無憂無慮，福壽萬丈。呢個就係人和嘅最高境界，與自己和解，與世界和解。師傅呼籲各位，如果你認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呢個道理，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放下怨氣，多生善念，我想請你喺評論區將厚德載物呢4個字大大隻咁樣打出嚟，唔單止係為自己積福，亦都係為你嘅屋企人、你嘅子孫積福。你最近有冇做過一啲乜嘢善事呢？無論件事幾咁細，你都可以喺評論區分享出嚟，等呢份正能量好似水波紋一樣，一圈一圈咁樣擴散開去。又或者我哋不如做一個約定，由聽日開始，我哋試下整日唔講半句怨言，唔發一次脾氣。你做唔做得到？如果你願意挑戰自己，請留低不怨2個字，讓師傅睇下，我哋呢個大家庭入面有幾多人願意一齊行呢條積善長壽嘅路。好啦，前面師傅同大家分享嘅順天時、節飲食、積善念呢3個係養生嘅內功心法。但係要真正做到福壽萬丈，我哋仲要內外兼修。家居風水就係我哋嘅外力加持，只要你跟住做，唔使花你1分錢，就可以大大提升你嘅健康運同福氣。呢個就係師傅送俾大家嘅。師傅錦囊退休後長壽風水3秘訣。第一個秘訣非常之簡單，但極度重要。床頭一定要靠實牆。喺家居風水學入面，睡房係我哋休養生息嘅地方，而床就係我哋充電嘅基地。床頭代表住我哋嘅靠山，床頭靠住一面堅實、冇窗冇裂縫嘅牆壁，寓意住你晚年有穩陣嘅支持，有貴人扶持，有仔女做你嘅後盾，心神就會安穩，睡眠就會踏實。點解好多人明明好攰，但係一上床就思擾亂飛，眼光光望天光？除咗係心態問題好大，可能就係因為你嘅床頭冇靠山，床頭顯空，即係話床頭板後面唔係牆，而係過道，係衣櫃嘅虛位，甚至對住廁所門。呢種格局會導致氣場啲散，令人缺乏安全感，就好似一個人企喺城崖邊，背後冇任何保護，成日都處於一種緊張狀態，點會瞓得好？睡眠一差，身體就垮。千祈唔好俾床頭正對住窗戶，更加唔可以橫抗壓頂。窗戶係氣流出人嘅地方，如果床頭對窗，你瞓覺嘅時候，啲氣流會直接吹住你個頭，好容易引致頭痛傷風。如果房間格局真係局限，床頭冇辦法唔對窗，你一定要用一啲厚實嘅遮光窗簾。夜晚瞓覺嘅時候一定要拉埋。如果床頭難以完全靠實牆，有個補救方法，就係訂做一個高身同堅實嘅實木床頭板，緊貼住牆壁，咁都可以起到一定嘅靠山作用。仲有床尾千祈唔好正對住一塊鏡子嘅反光，喺半夢半醒之間會形成光煞，令人驚嚇，嚴重影響心神。呢啲細節你今晚翻去就可以馬上檢查一下。各位老友記，你屋企嘅床頭係咪靠實牆㗎？如果係，恭喜你，你已經行緊好運。請你喺評論區
樓下有靠山3個字，等師傅同大家一齊高興下。如果你發現自己床頭有問題，都唔使驚，留言話俾師傅知，我教你點樣調整。最緊要係有呢個意識。第二個秘訣係關於客廳嘅明財位。明財位通常係指你打開屋企大門之後，喺大廳入面大門對角線最深入嗰個角落位置。呢個位置係整間屋藏風聚氣嘅河流，直接關係到你嘅健康運同財運。點啊？呢個明財位一定要保持光明、整潔、通風，千祈唔好喺呢個角落堆放雜物、舊報紙、掃把地拖、垃圾桶，更加唔可以有發霉嘅嘢，因為雜物一多，惡氣就重嚇。呢啲污糟嘅氣場會阻礙吉氣流通，令到成間屋嘅氣場變得死氣沉沉。老人家好多時因為慳冷，又或者行動唔方便，中意囤積雜物，呢個係風水嘅大忌嚇。你囤積嘅唔係雜物，而係囤積咗病氣同衰氣。你試下由今日開始，將你屋企大門斜對角嗰個位徹底咁清理乾淨，將啲冇用嘅嘢全部掃走，然後你可以在嗰度擺放一杯乾淨嘅清水，每星期更換一次。水主財，亦代表平靜同智慧，可以幫助你聚氣。又或者擺放一盆圓葉、四季常綠嘅植物，例如金錢樹、福木啊，記住唔好擺有刺嘅仙人掌綠色植物，有生命力，可以凝聚生氣，令你每次行過望到都心境舒展，充滿希望。心境一好，身體自然就康健。呢個位置夠光猛就最好。如果光線唔夠，可以擺黑長明嘅小夜燈，用光嚟補充能量。如果你聽完師傅講，已經即刻企起身去清理你屋企嘅明財位，咁就太好啦。清理完之後，你可以影張相上載，又或者喺評論區留言明堂開飛使4個字，等師傅隔空幫你加持，祝你氣場繁衍一生。第三個秘訣，好多人會忽略，係要保持廚房乾淨整潔同埋煙火常溫。廚房喺風水學上代表住一家人生機同陽氣嘅源頭，尤其係個爐灶係極之重要嘅財富同健康線。因為我哋所有食學肚嘅嘢都係由廚房出產病，從口入，健康都從口入，所以廚房掌控住你嘅生死簿。退休之後，千祈唔好因為得一個人或者兩老就疏於打理廚房，更加唔好長年唔開火，餐餐食外賣，或者求其喺街市買啲熟食翻嚟。就算一個凍冰冰冇煙火氣嘅廚房，代表住呢個家嘅陽氣衰弱，冇咗生機。特別係一啲獨居嘅老人家，更加唔可以咁樣做。我強烈建議每日至少親手煮一餐飯，唔需要好複雜，簡單咁煮個麵、滾個湯、炒碟菜，嗰啲熱氣、嗰啲油煙味，又係人間煙火，就係陽氣。陽氣充足，屋企自然就有福氣，你都唔會覺得咁孤單。爐灶必須保持光潔如新，呢個唔單止係衛生問題，而且灶頭有灶神，又保持乾淨，代表你對神靈嘅尊重，亦都代表你對生活有要求。刀具呢類利器用完一定要收，好唔好露出嚟，以免產生煞氣。廚房嘅光線一定要充足，最好有窗，保持空氣流通。仲有一點要留意，爐灶唔好正對住洗碗盤，即係水火相稱。呢個格局會容易引起家庭成員之間嘅口舌紛爭，對健康亦都唔好。如果真係對住，可以喺中間放一盆綠色植物去化解。各位朋友，你會唔會日日親自下廚，為自己同屋企人煮一頓溫暖嘅飯菜呢？如果你會，請你喺評論區留低煙火氣3個字，為你嘅健康長壽增添溫暖嘅能量。記住，一個有煙火氣嘅屋企，先至係一個真正溫暖有生命力嘅屋企。好啦，講到呢度，師傅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內容都差唔多要尾聲啦。最後我再同大家重溫一下呢3大長壽核心秘訣，請大家一定要記喺心入面，融入你嘅日常生活。第一，順天時效法狂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嘅精神，朝早跟住太陽起身，養好你嘅陽氣，唔好俾懶惰偷走你嘅健康。第二，接地利，飲食清淡，肉3菜7，守護好你嘅脾胃，呢個後天之本，唔好為咗一時嘅口腹之欲去糟蹋你身體嘅根基。第三，修人和心懷善念，知足常樂，
堅守厚德載物嘅處世智慧，用你嘅善良同豁達，為自己鋪出一條最寬廣嘅長壽之路。真正嘅長壽，從來都唔係富豪嘅專屬福氣，而係所有懂得自律、懂得修身養性嘅人都可以得到嘅福報。呢3件養生事，唔需要你擁有億萬身家，只要你由今日開始堅持落去，呢條健康長壽嘅路就會喺你腳下自然咁展開。你會發現，原來最好嘅醫生係自己，有乜最好嘅醫院喺廚房，最好嘅風水就喺你嘅心入面。作為一位喺香港研究咗幾十年國學同風水嘅老師傅，我今日係將我壓箱底嘅心法毫無保留咁樣講俾大家聽。我真係好希望可以幫到每一位渴望晚年可以過得有尊嚴、有質量、龍馬精神嘅老友記。如果你覺得師傅呢番說話對你有少少嘅啟發，觸動到你，請你唔好聾話，順手幫師傅點個讚，然後將呢個視頻分享出去，分享俾你身邊嗰啲退休嘅親友、你嘅老同學、你嘅兄弟姊妹，我哋一齊修身養性，一齊守住呢份嚟自傳統智慧嘅健康福氣，好唔好？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喺評論區見到大家嘅改變，大家嘅決心同大家嘅善願。你嘅每一個留言，師傅都會睇，都會感受到你嘅能量。就讓我哋呢個大家庭一齊互相扶持，一齊走向一條健康、快樂、長壽嘅光明大道。最後，師傅喺度衷心祝福各位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家庭和睦、福壽康寧。我哋下一條片再見。